尊貴嘅業主，今日就大家睇一套工廠小書包嘅呢一套靚款啊，兩款低層嘅呢一個戶型，環繞俾大家睇一睇先。呢個係客廳嘅位置，兩款嘅戶型嚟嘅。我哋而家入借面積係71.2個方。嗱，呢邊係我哋第一隻房間，大家可以見到啦，保養得比較新淨嘅，有隻樓仔嘅，有埋隻樓仔嘅。啊，有需要嘅話咧，就再改咗下呢邊整成櫃就 OK 啦。呢邊就係我哋嘅客廳位置，客廳都係好夠實用嘅，都係有晒窗嘅。大家可以見到光線係相當充足嘅。我哋呢一套房。工廠小書包低層，哇，聽見都吸引。嗱，呢邊就係我哋主人房，主人房係夠晒闊嘅，哇，仲有呢、這個，係嘛？嗱，再加埋嗱，望出嚟就係我哋嘅一中高中部啦，湖州第一中學，係嘛？呢度咧就真係鳥語花香啦，書香世家，充滿晒嘅意識。嗱，呢邊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嘅廚房同埋衞生間呢個位置嘅。咁反正咧，而家呢一套房最吸引嘅，首先佢嘅 buff 就係扶梯低層啦，然之後係工廠小書包啦，再加埋咩？佢而家好又好，20多就可以擁有啦，空間靚款嚟嘅喎，唔係啲磚雲嚟嘅喎，自己住又得，攞嚟投資又得。咁想睇品牌嘅你，記得關注哦。